启明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启明新声节目。COVID-19 的疫情哦，使得这个经济呢受到真大的冲击。但是在后疫情的时代呢，到底要怎么样来振兴经济哦？相信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议题。所以今天呢，咱特别邀请到这个商业界的龙头的代表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关心。那现在就为大家介绍，我们欢迎台南市商业会的宋俊明理事长，欢迎您。谢谢。主持人，还有我们台南市的市民，还有我们商业界的会员先进代表，大家好。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宋理事长到节目当中哦。其实咱宋理事长在咱台南市也当其实不是台南市啦哈，其实全国都是名声哈，有够响亮的哦。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们全国这个资源回收全国会的理事长，然后还是台南市守望相助巡守大队的大队长，也是更生保护协会的主委。哇，还有很多的头衔，然后狮子会等等，哇，这头衔这样就直接盖小没料哈。但是呢，大家可能会对于说我们宋理事长这个他的背景会相当的好奇，说几个人以前一旦哇有这么多这么热心的这个常常在上报纸然后这么多会他都有参与到，哇不简单。而且我觉得说，因为他原本是彰化人啊，为什么想要在我们台南市落地生根？一开始我们就好好来了解一下我们宋理事长的背景。来，理事长。主持人好，我那个来读我们嘉南药专读完毕业之后就爱上台南，就留在台南市了。哇！所以这个整个一生都那个在台南市。今天有这个机会来上这个节目。就是既然刚也当上那个商业会的理事长，也差不多1个月了1个月有这个荣幸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那这个在这台南这20几年当中，就主任讲的爱台南嘛然后跟李金也留在台南了。整个这个20几年这样子，跟台南市市民也好，我们整个台南市民很热情，而且所以非常的对台南市这样子的人民的百姓呢这么热情的，所以这个整个这样子互动下来，所以今天不管说一个人不管说有没有什么成就，我觉得那个这个取之社会，又是社会有时候自己深深在心里面，就是说不要只有一个口号，就是说不管我们到社会上到一个什么层级，我们就能够为社会能够付出多少，能够来为社会那个提升这个整个社会，人民生活上我们能够需要去协助帮忙的。我觉得我们台南市真的很幸运也是彰化人，然后来这里读书以后，咱捡到一个这么好的热心公益，然后要在我们台南落地生根因为也爱上台南那我们台南很棒。那相对的就是说，你对我们台南的付出嘛是足多，然后想到讲你拄才讲的那句话，不要说只是在心里想啦，没有做，你自己想要做公益，就是要实际动手去做，这样才对嘛好，那我们知道说你是从事这个不锈钢资源回收嘛，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这个行业这个资源回收，其实呢，我的行业其实不算是资源回收这个是不锈钢是有很多的国家都列为是那个重要的战略物资。那因为我就是有认识这个资源回收业者，他有收这个不锈钢。后来我就进入这个资源回收的这个工会里面，然后进去之后，我觉得说很多的地方可以来做改善，因为这个有时候这个资源回收呢，就是现在很多的吸毒的人呢，去偷一些铁类啦，或者是捡那个电线啊，这些那个因为吸毒没钱，然后呢来犯着这个案，然后来吸毒所以后来知道这个问题我就来介入这个工会之后，顺利就也当上这个理事长，也当上全国联合会的理事长，所以我就把这个收购赃物的这个项目列为这个我任内能够推动，就是说有吸毒者或者是窃盗者拿来你的回收厂卖的，你要用什么方法
去了解说这个是不是偷来的，窃盗的，因为那个查拉伊也无家己，伊讲是查拉下里也他店，对啊，所以有就是说你进到你厂里面呢，你要安装那个就登记，身份证登记、电话，姓名，还有那个整个那个录影，就是以后就是你可以做存证，有时候假如说你抓到这个是账务，然后来到你的厂里面，假如说这个比对录影比对出来，就是说啊，你也有按照那个我们治安。就是给我们的所有怎么做的这个程序有照这个来，这样子就不会涉及到是那个收购账务的问题。对呀，所以你都把它制度化，对，制度化，所以就比较少发生这种收购账务这个问题。对，而且你这样做之后啊，就他们那销赃没地方，他们就不会去乱偷乱弄了。现在是我比较着重在毒品的人的身上。因为有些那个像一些电线啊，被那个偷剪啊，以前我们公司看到这个我们都很生气啊，所以这个很多都是吸毒没钱，然后就去做这个偷窃这个剪这个电线的这个问题，层出不穷。对，所以相对的，在这个更生保护会方面，所以我们宋理事长也会着力。这待会我们会来跟理事长来做个分享哈。那我们知道说，你除了这个不锈钢啊、资源回收这方面的行业以外，还跨足生技跟我们的食品业，而且其实是做得蛮好的。但是在跨足生技跟食品的时候，还不忘做公益，对不对？这个也跟大家谈一下，你那出名的英雄面。前阵子那个我们防疫期间，那个我们市长送给总统府，还有那个疾病管制中心的这个英雄面，总统送的这个英雄面也是我们台南，台南那个都是我们台南所有的品牌的面，里面的英雄面，那个肉梨子面也是我们大内区，就是我们黄市长那个极力在推的，因为这个酪梨呢，我们大内区有100多公顷的酪农在种这个酪梨子，那他们每年那个酪梨子呢，全部都要请人家再花钱去把它销毁。那后来那个经过一些专家学者比较权威的一些食品的一些博士，在那个网络上都查得到，这个酪梨子它本身对人体心血管还有心脏都有一定的一些功效，所以就把它研发，我就把它研发成那个酪梨子面。这个是真正的健康养生的拌面。对啊，把原本要废弃的酪梨子可以弄成又很健康又养生，然后帮助到我们很多的农民。主要是大内这个帮他们处理，帮他们那个研发这个酪梨子，他们把营宇呢，照顾那个大内区的这个老人的共餐，还有低收入户，还有独居老人，还有一些小朋友较需要帮助的，他们都是把这些营宇用在这个身上。那我们当然就极力的来协助他了。哇，对，所以理事长不简单了，就是做什么样的行业，他都会想到公益，一定要跟公益结合就对了。哇，其实讲到这我们就是想到说，其实之前我们很多社区都有这个巡守队。但是巡守队其实它没什么公权力，而且巡守队虽然人数多，但是每一个巡守队可能就是有100-200个200多个这样子这么多，但是零零散散的但是呢，透过这个巡守大队的组合，然后之后呢，建立一套制度之后呢，咱的台南市巡守队不简单那我们的巡守队的大队长在这里，大队长跟我们谈一下，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然后成立了这样的一个队。这个巡守队说来也是那个蛮幸运的，我们台南市的巡守队，就是黄宗仁局长来到我们台南市，在2017年的时候，因为很多的各社区的巡守队呢，本来就有了，对，有人已经为了社区担任那个巡守队已经40-50年，我都还没有生出来就已经在当了，哇，这么久了对，因为长期呢。没有这个巡守大队，没有一个组织化，所以那个黄宗仁局长的，可能台南市怎么个安尼的参的该成立起来，因为据我所知，好像全国各县市都不太敢成立这个巡守大队，因为这个人员太庞大，
拍惯哦，经费上哦，真的是一定要有相当的那个能耐跟能力，不然的话真的是要成立这个哦，没人敢来担任这个领头羊。那个经费就要那时候呢，因为我那时候也很热衷这个对治安，对我们那个就是说。我们那时候赖市长他是担任行政院长的，是就一直在说安居乐业。对啊，他局长一直在说，不然请我能不能出来担任？因为你也认为说比较热心了哦。所以我就傻傻的我就把它承担说好了，不然我来担一届看看了。哇，台南市，然后总共有16个分局，16个分局呢，又每个分局都要找一个。比较有相当有能力来担任中队长的，所以一个大队里面有16个分局的中队长。中队长，我们就设定一个这个行走大队就设定一个宗旨，就是慰问、支援、关怀为行走大队的一个对巡守队的一个那个关怀的一个宗旨。所以就马上启动。就把它赶快给它制度化。以前呢，那个也有那个40-50年那个担任行走队的大队长，以前哦，我那摄影业囝都没人管。你们现在成立起来之后呢，我整个有组织化，干嘛讲在社区协助我们派出所巡逻哦，你们干嘛做尊严呢？哦，对呀，也有那个就是比较有那个尊严啊。有的时候我们整个队。中队都有照顾到，就是说有时候他们有制服啦，有队服啦，也有队旗啊。哇，这个都有受体的仪式都有的。对，所以就是让之前本来就是每个社区各自零散散的，然后可能一般人啊、民众啊，他们也会觉得说啊，你这是有那损呢，不什么，结果现在制度化之后不一样了，穿上制服，拿上队旗，而且有一定的一个。标准，然后大家会觉得说，你这个巡守队其实也是帮我们的这个警察他们分担，对不对？像前阵子也不久，就是有一个庙里面哦，那个有窃贼哦，用那口香糖要那个去年那个香油钱，结果呢，巡守队看到就马上有上通报到派出所去，派出所的警员马上来以现行犯逮捕，就少了一个案件呐，是不是？对呀。所以这个就是功能，有时候当那个。派出所有时候在社区巡逻，有时候他们没办法说每个角落都巡视得到，有时候巡守队可以当他们的触角。对，没错，因为我们的警力是真的有限哦，人没他多啊，那巡守队真的是可以四处哦，对，而且听说这样子窃案减少了很多，对不对？不敢说减少很多，因为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吓阻的作用啊，譬如说有人在角落。交易毒品有时候我们巡逻队在那边巡逻，制服穿着，有时候他们也会稍微会那个会怕就说吓阻啦，吓阻一些不法想要做奸犯科的人，可以稍微有点吓阻的作用。对啊，就有那个吓阻，然后警惕的作用啊。那这样子无形当中的这个窃案真的是少很多。然后那个巡逻队要巡的时候，有时候独居老人发生了，就是在家晕倒、昏倒。有时候他们都会马上，也很快的也是会发现，然后马上就通报那个就送到医院啊，怎么样？对啊，很多啦。对，成立之后很多的这个功能都有做出来，都有做出来了哈。对，哇，那你这样其实要做这个大队长不简单，下面还有16个中队长，然后管理这么多的人。台南市有7000多个，总共有7000多个巡守队员。哇，好多7000多个，但是他其实在我们台南市花虎一基中真的是维护治安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力量。讲的那个警力有限，民力无穷。没错，对啊，所以利亚迪这个巡守队这一块啊，你觉得说未来还有什么可以改善的空间，可以更进步，或者是说你们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有需要政府协助的部分？有了，现在就是有面临问题，就是像那有的已经超过65岁，哇，70岁然后他们也是很健朗啊。但是他们有时候跟我玩道长，我这么健康，又那个体力又这么好，虽然70岁，但是就把它剔除，就是不能就当新的队员。是70岁就不行就对。对，因为这个有法令的规定的问题。也是担心他的安危。有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既然要付出的话，因为这个有涉及到保险啦。就是说也不是很高的，就是说也很。
本来一个团体像他们帮忙巡逻，这基本的保险一定要嘛，所以有时候像这种年纪然后就把他剔除，他那个在那个队里面名单剔除掉，有时候他会发牢骚，就是说我这么年轻，我体这么好，结果我不能当巡守队员，怎么样的？对啊，因为我人生70才开始，我70岁，我可能比人个40-50岁身体更加勇敢。对啊，对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不是有办法去克服？像那个这几天呢，那个我们整个超商哈，就是有这个发生这种戴口罩的这个刑案劝导，然后就被打这样。现在我们每个中队、每个辖区的那个巡守队，是都晚上在巡逻都启动，到那个我们的一些便利商店、超商去帮忙去协助了，很棒哎，真的是，对啊，我手机每天整个群组都在 po 哪个分队、哪个中队的人在他们的社区的哪个超市巡逻，对，都每天都已经有很多的那个他们巡逻的一些画面回报的那个，这真的是率全国之先吧？因为其他县市还没有这样子。没错，因为至少你有这帮忙。这个我们的警察人员都是有时间性的那个在巡逻，因为他们还有很多的治安问题要处理。对，所以假如说这个空档啊，他们巡逻队可以那个无缝接轨，可以帮忙那个巡视这些超市，看有没有什么不可疑人物啊，或者是有问题的人，可以协助帮忙，可以也是一样友善通报，马上通报。对，现在我们当然是那个警察。快打部队在3分钟之内就可以马上到达现场了。对，所以我们的那个机制跟我们当然是我们南警，其实真的很棒啦，很优质啊，我们南警啊。对，真的很赞的。那我们台南市如果说巡守队大家都有去帮忙尤其在这个超商这一块，其实很多人他就会很警惕的，对不对？对，因为想说都有人在那边巡是，他们都有制服，都知道说他们是巡守队人员都有写，所以他们都可以。有时候都晚上的班呢，都会进去问那个超商里面的里面的人员说有什么问题，会跟他们打个招呼，对，然后在外面再站一下子，然后再在其他的地方，对啊，所以这边借这个机会也很感谢我们台南市的巡守队玫瑰成员这段期间的辛苦了，然后能够在那个警力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刚好是社会上。我们周遭刚好有需要啊，然后协助我们警察人员在那个超商各个超商里面帮忙协勤，在这边借这个节目感谢所有的成员。真的，这是所有台南市民应该是大家都非常感谢我们这些巡守人员，真的非常的感谢。而且这个其实中央一直提不出什么一个比较具体比较好的方法，有时候还乱讲一些。那我觉得我们台南市可以这样做，真的不简单。不过外观期可能嘛没去看的领略行而来。有时候就是我刚讲的说，就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对，不只是口号。就其实我个人也不是说比别人有钱怎么样，但是就是说那个三餐有饭吃就好，其他有时间呢，有时候出钱出力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假如说能够协助那个治安啊，或者是像我们那个赖副总统讲的安居乐业这一块，我们能帮上忙的，我们都义不容辞啊！对，哇，这对我们民众很重要，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理事长跟我们所有的巡守的人员好，那另外我们知道说立马涉足这个更生保护会这一块的话，大家会觉得好奇说，为什么你会想到？因为前面有讲到说你对这个吸毒这方面其实也很注重，来跟大家谈一下。那个我们一个资源回收业者曾经跟我说那个一个吸毒者，他把他家里面的那个窗户的铁栏杆拆下来，拿去他们的那个回收厂卖。他跟我讲说，干爹楚龙铁啊，对，所有他都跟我说，他妈妈到那个回收厂跟他哭诉说，电锅啦，有能卖的能变卖的全部都拆光光了。边哭边那个跟我们那个回收业者讲，然后呢，我们回收业者他妈妈就是也当场就是那个展现他儿子的那个态度，就是这个东西拿去卖，然后去买了那个毒品回到家里面打，然后他妈妈那个在现场看他那个使用这个毒品，就说啊，妈妈人生这样人生
这个时阵上快乐安尼啦，就是打就是毒品的时候，毒品的时候，他妈妈真的是那个真正有苦。真正目屎安尼流安尼，就是这样跟我说，所以我觉得说这毒品这一块其实是这个很多犯罪的根源啊。对，所以我这个有这个机会，那个这个检察长，台南市那个我们蔡惠忠检察长啊，那时候来我们这边当地检署检察长，就要我来担任这个更生保护会的主委，就辅导一些刚出狱的哈，然后他们在要进入社会这个阶段呢，假如说遇到瓶颈，或者是没有找到好的工作，然后后来呢又回到老路，又去那个作奸犯科，又犯罪，吸毒又来，那等于就是那个一直在恶性循环嘛，对不对？对，又被抓去关，那等于就是说，对整个社会对他的期待又落空了。对呀。所以这个更生保护会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像我们台南市有那个杨妹妹那个蛋卷很有名，都是网络要排队，他们做的。对，还有我们那个很多，就是那个我们那个有开前年有开一家虱目鱼，对，虱目鱼那个老板那个也是。很多都知道说他是更生人，对，然后呢，大家就有时候去给他订餐，或者是其他那边用餐，就尽一份就协助他的那个力量，对，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辅导的，很多很成功的案例，对，然后有时候出来的话，我们会安排他们安排一些企业跟他们就业的一个帮助这样子。对，所以人难免会犯错啦，哈，所以他如果出来愿意改过，你们辅导他有一个正当的工作之后，他每个去耳派回头，那有些找不到工作，他就说算了，他就继续犯罪嘛。在这边我要感谢我们的更生保护会有80几个老师哈，就1年里面有很多的讲习，还有上很多课程，他们赋予这个整个台南市更生人，他只要出来之后，就是要不定时的去关心他、关怀他，去他。看跟他聊天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是协助他还有这个区块要去做的，对，不只是一个会这样子一个会，对，那个没有人的没有兵的话，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啊，所以还有这80几个，整个这些老师在辅导这个整个台南市这几个监所里面，我们出来的一些那个更生人。对，所以在主委带领之下，底下还是有很多在默默付出的一些老师大家在做这个协助，所以可以把这个更生保护会发挥得很好。哇，所以历史6期天不简单这些属业以外拢是做这个公益啊。好，那我们现在要来谈到这个最重要，就是说你在10月份接任了台南市商业会的理事长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段新闻影片就是当天呢，哇，好多人去参加这一场这么重要的一个台南市商业会的理事长交接。台南市商业会第29届理干事交接，26号暗时在台南精英酒店盛大展开，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精英纷纷前来祝贺，嘛有市府各大局处的首长到场参加。另外，嘛有宗教界、教育界、法律界、医疗界，以及台南市教育外勤记者协会理事长罗启俊、台南市电子媒体协会理事长姚文华等人，拢来担任第29届台南市商业会顾问。场面是热烈盛大。干杯！再一次的恭贺我们的宋俊明理事长以及29届所有的理监事们荣誉上任。会当接下台南市商业会理事长一届的人，拢非常无简单。除了爱事业成功、人品操守受人尊重以外，嘛有联合得到商业会大多数成员的认可，才有法度接任。新任理事长宋俊明表示，伊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来提振台南市的经济。虽然疫情呢无情，但是我们人间有爱，希望说能够带领我们整个商业会，把我们台南市的经济呢不会受这个疫情的影响，能够呢那个另一番的作为来帮助这些疫情受伤害的这些企业。那也期望我们这个团队呢，在未来这3年里面呢，能为我们台南市呢的经济发展呢，协助我们台南市政府一起形成一个铁三角，来帮助所有的商业
商业界的所有的企业能够度过这个疫情的难关。市长黄武特嘛特别前来祝贺，同时也来担任着市商会首席顾问。29届面临着继往开来的时候，那现在的疫情我们台南市做得很好，那现在的确诊数也是6都最低，连续加零数也是6都最低。但是呢，这是防疫的部分，在未来能够让台南更加起飞、更加振兴、更加发展。我想，宋俊明理事长以及各位理监事任重道远，市政府也将全力的配合宋理事长以及各位理监事，能够为台南拼经济。政府甲民间目标一致，做伙拼经济，要来帮助受疫情影响的台南商家，赶紧恢复过去的盈景。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哇，当天去参加的这个真是冠盖云集，真的无简单呐吼。所以咱理事长真正，这个商业会其实伫咱台南市要当选理事长，真正是做无简单。所以咱先来请教理事长你当初想要来参选，你那时候的初衷跟理想是什么啊？这个，假如说要问这个问题的话我要先跟我们市民朋友报告一下，台南市商业，因为很多的人呢不是很了解这个商业，台南市商业会是台南市商业会在民国35年成立的到现在35年到现在已经我这一届就是第29届，29届你差不多75年了啦，对，也是整个35年民国35年成立到现在差不多75年，那个。以前都是理监事，到现在整个合并台南市整个大台南直辖市之后呢，有很多增加了很多的那个工会，所以服务的对象都是理监事，还有那个我们的会务人员，那人数要服务这么大广面的工会人数不够，所以现在目前就是有33位理事，11位常务监事，哇，好多哦，可见有多大的会啊！有44位，是44位理监事，包括我理事长这样子，44位，一个秘书长，一个处长，2个那个会务人员，工会里面有真正在里面办公有4位，整个这样子的商业会，对，那每一届我有给他看那个历史每一届都有。他们每一届遇到的那时候的社会的整个国家或者是政策每一届不一样的问题的那个问题产生跟需要解决的经济，还有那个氛围，每一届都不一样。像这一届呢，我这一届都遇到我们的那个新冠肺炎的疫情，所以虽然说那个大家对于这个遇到了这个世纪的这个疫情那百工百业。大家在整个这个企业的运作或者经济上面问题都很多，但是呢，我们商业会跟那个有关机关就公部门我们市府也好，或有的部分要中央的也好，中央的就是中华民国商业总会还有一个商业总会，对，就是我们组成的反映，看你的问题是中央的或者是地方的，那地方的呢，我们市长现在也要那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用一个单一窗口，就是说要那个后疫情时代怎样振兴经济，就是照顾我们这些中小企业，就有做了一些政策的那个所以有跟我们商业会这边就是说未来有安排各工会的理事长有跟市长有约，或者是有单一窗口，就是有纾困的，比如说行政有一些百工百业里面，他们有达到这个条件可以纾困啊，或者是他们的那个传统产业里面有可以那个另外有可以来协助他们的，都有一些那个告知我们商业会如何来协助这些工会，那这个往后呢，我担任这个理事长，这往后呢，就是每2个月我们商业会都会跟市长
来那个开一次会。就跟市长有约啦。在这边要呼吁我们工会的理事长，就是说要负起这个责任，就是刚好我在节目也讲，有工会有基层的会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反映到你们的工会，对，工会把这个问题呢再反映到我们商会，我们再来那个折中看是四五公部门这边还是中央的，我们再帮忙启动这个协助跟解决。这样子有这个机制，这样有这个机制之后，你们以后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其实都更方便。对，又单一窗口，又可以直接跟市长讲。是，而且我们黄市长他也说，缴工会的事这个百工百业的事情就是单一窗口来帮我们解决。这样就会比较快速，效率会比较快。对，不然以前可能到那边，然后他说要去找哪里，然后找了半天都没有解决。那现在帮你们做单一窗口，所以那是因为你当理事长吗？不，这个因为这个历届的理事长，大家也都是一个传承，然后呢都是表现的都是可圈可点的。然后因为有时候时代潮流不一样。目前每一届都有每一届遇到的问题，所以这一届刚好有这个疫情的问题，这个是所以说我们也责无旁贷所以要担任这个商业会的这个理监事大家都是各工会选出来的精英所以有一些时间可以来无私奉献，这个完全没有薪水的对呀，很辛苦，无私奉献来为我们百工百业要付出，这个也是一个那个功德啦功德。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因为商业会的组成分子就是你讲的百工百业，哇，好多的单位，好多的工会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你要竞选这理事长嘛，做怎要竞争不简单呢？那时候你们遇到什么困难？困难是很多。对了，多多少少一定都会有嘛。因为有时候你要参选的时候，有时候基层工会对你又不认识，对，或者是你的这个 team 你这些理监事到底有没有真心要来为这个商业会为他们来付出？是这个人家都会给你那个打分数，给你考量的。所以当然有时候这种情况下，当然是会有一点那个挫折。但是我都是抱着一个那个目标，就是说有时候既然有些基层工会希望我出来担任。来那个为他们来服务，那个我的目标就是说，假如真的是当选的话，我们不是要名也要利，完全不是要名也要利，完全真的是要真心来付出，为我们这个经济能够台南市整个百工百业整个中小企业能够看能不能再次提升他们像有的传统产业呢跟不上时代。有的都要做内部的提升，有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利用这个商业会的平台来协助。对，所以我这次呢，我担任理事长呢，比较不像以往，我有分四个那个顾问团，4大项目的顾问团。第一个就是文化那个宗教，为什么我要文化宗教的顾问团呢？因为我们这个。寺庙我们台南市是那个众神之都啦。对全国寺庙最多的，所以很多寺庙有时候都办救济，或者是捐血，这一类的。我为什么要找这些比较我们台南市比较算是有名气的这些那个寺庙？就是说他们有时候办大型的活动，都是公益活动，我们可以来共同来协助来办，比较扩大。对。这个可以扩大的为民服务，对，来做这个公益，这个区块我是这样想，而且宗教它是一个劝善的那个嘛，对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庙呢，就是说大家心灵上的一个寄托，对，也是一个劝善，我们都希望我们社会祥和的一个让人家很舒服的一个祈求啦，或者是整个心灵上的一个地方嘛，所以我就用这个那个文化宗教文化的这个顾问团，大家以后来这个区块来做结合。哇！那第二个就是产官学的顾问，都是各大院所的一些针对那个他们的权威或者是都有相当那个的一些教授来担任顾问。有时候可以我们工会呢
就是说各大工会可以办理那个针对他们那个提升他们企业可以提的一些那个 idea 啊，或者是给他们上课啊，给他们员工上课啊，这个都是可以增加他们的提升他们的上班啊，企业的那个素质啊，是素质啦。然后这个还有法律顾问。对，法律顾问一定要，因为有的企业很容易签约啊，或者是商标什么的，很容易不小心涉入到法律的问题。所以这个区块是一定要的。所以法律顾问那个就是协助他们针对他们不小心发生这个法律问题。或者劳工的问题啊，那个可以有这个法律顾问来协助他们。对，医疗这个就是说我们各行各业有时候可以怎么讲呢？就是说希望我们这个像我们成大、郭中和，还有私立医院、安南医院、奇美这几个全部都是我们的顾问，院长都是我们的顾问，我们可以启动就是说那个每个工会成员除了在他们的那个企业工作之余，也可以利用这个来用一个专案做健检也好啊，他们员工的健检也好，就是说企业的老板可以用这个区块来照顾到他们公司的所有的员工的健康。你有健康的身体，公司的企业在运作，整个那个才会顺畅嘛。对啊，健康很重要。所以这个就是我会用这个医疗的顾问团，就是也是有这个用意在。对，哇，所以这个顾问跟人家请的都不太一样，涵盖了各层面。一般顶多就是说法律的嘛，对不对？你还加上医疗，然后文化宗教，然后产官学，哇，提升技术各方面都想到了。是。艺术丢不简单，真的不简单。好，那我们知道说你刚上任的时候就讲到说，其实你最首要的目的就是一定要振兴经济，对不对？对，因为那个这2年来，我们整个面临这个新冠肺炎整个百工百业那个像餐厅业者就应该是不用说到是哀声遍野啦，对呀，就是说像我们商业会，我们都会除了我们自己，我们都会跟那个一些工会说你们要办餐会的话，每个台南市比较有名气的大的餐厅呢，就轮流去办，让他们都有机会，就是说可以那个拉拔一下他们的那个。他们整个那个经营的问题，还有那个，不然的话，那个这个很多听说很多的那个小型的一些餐厅业者，整个疫情的问题全部都关闭有时候商会身为商会的成员听了我们心里面也是很难过，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在百工百业里面，在很多的这个我们周遭的周围组织可以来协助各行各业。那个突破他们的那个最近这2年遇到的瓶颈，能够帮忙的，我们就可以寻找一些比较有权威，针对那个行业比较可以来做协助。那公部门的话，那黄市长是已经有跟我们有一个未来的一个那个连结，就是说随时我们都可以反映我们每个工会有遇到问题，可以马上第一时间就可以给市府这边反映。中央的话，我们有很顺畅的一个反映的管道，这个都是没问题。对，所以这个我们宋俊明呢就任理事长之后呢，就跟市府建立了很好的一个沟通的桥梁，然后中央也有反映的管道，然后另外就是在这个顾问也请得非常的周全所以才上任1个月嘛我们相信这个理事长未来这个一定会大有作为啦好，那另外我们知道说你最近就是刚上任之后也办了一个活动来表扬商家嘛，那我们先来看这段影片再来谈。好。在10月底，拄完成改选的台南市商业会第29届的理监事，在新任理事长宋俊明的带领，11月1号举办台南市商业界庆祝第75届商人节的表扬大会。会中包括市商会所有理监事、会员，拢踊跃出席。市府经发局副局长肖夫人嘛代表市长前来致意，场面盛大。为了完成交代，感谢大家。希望讲这个奖摕到了后，希望恁会当恁各行各业会当带动恁的公司，会当带动公司，把咱台南市的形象甲带起来，经济搁甲带起来。这种是大家
这个大牌哦，今年内底哦，算大家这个宗教归于你们，但是伊哦，拢大家会当来带动咱台南市的所有的整个咱百工百业，伊就管理就会当提升咱家己的素质的代志啦吼。今天不华裔代表旗舰部来出席，今天庆祝商人节的一个表扬大会嘛。那75届的代表我们商业会也度过75个寒暑嘛。这段时间里面来感谢我们各位会员先进为台南经济发展的一个贡献嘛。这75年来也感谢历届的一个理事长，还有我们的一个理监事会员先进，大家共同的一个努力嘛。那目前商业会也同创始的35个会员组织，到现在58位会员组织嘛，所以也开始从咱台南市最具规模的也最具影响力的一个社会团体。会中表扬110年度优良的商号、绩优的从业人员，甲优质的伴手礼等，总共140位的得主。会后并且举办联谊的餐会，场面热烈。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秘书长都要90了的办这么大的活动吼，然后这样的表扬，其实对这个商家是做大的鼓励，对不？对，因为这个商人节就是每一年哦，经过很严格的评审，所以不管是那个店家有开那个店不然的就是公司里面的一些礼貌，服务礼貌那个优秀人员，这个经过商业会这边的评审委员去选拔，每一年都是有办，趁这个商人节有办这个表扬的活动，就希望他们每一年能够做传承，能够就是说大家在整个台南市的那个百工百业里面啊，都是有这个优秀的一些服务人员啊，或者是譬如说也有礼貌，因为我们的观光产业有一些就是说来这边，人家会说然后台南市这边旅游，然后你看人家台南市的那个各行各业，譬如说像那个什么在卖那个礼品的啊，或者是那个小吃啊，很有礼貌的去对待一些外来人口。这个我们是在鼓励，这个问题是在鼓励他们能够就有礼貌性的，成为台南人能够来鼓励他们就服务态度啊，这样子，真的很棒，这样子可以让这个经济发展真的是会提升的哈。对，大家都希望说，看到这个服务啊，态度非常好的这个人。对。好，其实讲到这里我觉得我对这个理事长列印象的是不为民不为利，只要做公益。你给我的感想就是这样，都是在做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为了公益，公益优先。好，那我们知道说，你之前也有做过狮子会嘛，国际狮子会300D湾区，那个时候你就是一直有在推那个关心我们少年的视力啦，然后什么净滩啦、环保等等很多公益的那种捐血等等，哇，讲不完。然后跟生人保会，之前还没多久之前刚去送书，对不对？到台南监狱，对，这个谈一下，这个真的很棒那个台南监狱的典长他是全国的监狱里面发起人，就是说这疫情的时候呢，有时候就是一些宗教团体或者是那个关务人会进去里面去关心他们寓所的里面的那个更生人，去辅导，或者是他们在里面有的想家或者有家庭的，就是在里面受不了情绪什么都有，这些人会频繁的进去里面，但疫情这当中就不能。中央有规定，就是不能进去寓所那边，怕这个传染。所以呢，那个台南监狱的典长就发起这个捐书，然后在里面呢，他们晚上假如说在他们的寝室里面会无聊，所以这个利用2个小时呢，可以让他们那个自己看书，心灵上的那个启发，从就书中自有颜如玉啊，所以趁那个这些教委师啊，或者是关心寓所这些宗教团体，那个这疫情当中不能进去，所以就是用这个书来代替这个，让他们有个，就是说那个能够增加一些自己的知识。
对，然后也心里也有慰藉哈，对，所以不简单，你们还想到要送书给他们，所以你其实对这个更生人这一块相当的注重，对不对？对，像我们在12月中可能就还会那个到我们台南市的少管所里面，这个都是未成年的小孩子，因为涉及吸毒，对，然后10几个，然后里面的一些要做一些，要一些设施要给他们学习的一些项目。所以要增加一些项目，所以这个都要经费。因为他们还很年轻哎，对不对？要学的一技之长。都是。哦，少年很小的小朋友、小孩没错，都是国中这个阶段。对。还有国小的。对，所以其实这个你如果好好教他们，他们未来的人生还很长哎，出来可以好好做人。是啊。所以在里面我们每一年恳亲会都会举办那个茶道，就是说他们给他的父母亲奉茶。然后在他父母亲面前呢，跟他道歉，说他不懂事，然后才会犯错，怎么样？就是让他们亲自跟他的父母亲坐在他前面，他跪着这样子给父母亲奉茶，对，都是有做这个动作，这个仪式，让他们其实可以深深反省，这样就是让他能够发自内心的反省，对。反省这样子，对，这小孩不懂事真的要教。对，那现在你已经是这个商业会的理事长了，然后你们里面哇，这个各行各业都有，然后会员这么的多，然后你也一直在从事公益，你怎么样把它做一个结合？哇，这样结合起来，这个公益的力量会非常的大。对，这个是这个1+1大于2啊，就是我刚刚讲，就是为什么有那个文化宗教的这个顾问团，就是我就是出发点是，就是说他们宗教文化在办就是那个发放白米啊，或者清寒的一些那个协助补助啊，我们就可以帮忙来启动，一起来做，把这个扩大的这个办理这个公益的活动，因为觉得一个团体一个组织就是说也不单只是针对你的商业这个区块，因为我们都可以做很多的一些协助啦，不只有那个百工行业的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组织这个在各个层面那个人也很多，所以也不只是说那个只有针对公司的协助。有时候那个，譬如说像我那个巡逻大队长，这个有时候他们在巡逻的时候。刚好遇到一个独居老人，都没有子女了，然后呢，自己一个人三餐不继，然后又生病又没钱看，马上回报，我们就马上去启动这个关怀的这个这动作，所以商业会也是一样，所以这样子来这几个组织这样子来结合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尽量把这个公益的这个可以扩大来帮助我们市民。真的，所以要靠你去连结，然后结合这么多，然后公益力量更大。那我们也知道说有一些好像受过你们帮助，因为像刚刚你讲到那个鱼店的老板，哇，现在生意做得很好。然后还有好像有人说，他自愿要出去做宣导，对不对？对，让你们感动。像这个虱目鱼，这虱目鱼的这个更生人，他自己勇敢的跳出来，因为有时候我们有个资法，我们这个我们辅导不错，但是我们不能给他。对，有的人不想让人家知道，曝光，这个有个资法问题，但是他就比较主动，他说他要把他自己犯错，然后整个这样子过来，跟生保会给他协助，这样子走过来这个心路历程，然后他就勇敢的去面对，所以因为他的面对，他也有 po FB。结果那个桃园市整个那个旅游团来到我们台南市，3部游览车直接指定要到他的虱目鱼店去消费。哇！对，所以这个都是，对啊，都这个蛮那个，这个效果也是很好啊。他勇于承担他的过错，然后他今天已经有这个店，然后也整个这个开的这个过程，然后也协助之后，他自己也本身也自己有努力了。有努力，他自己也是很那个很用心在经营他自己的店，所以那个得到我们这些辅导的老师慰藉，就是说能够这样子辅导那个那个角色市的师长，还有最高检的检察长，还有那个我们的严总检察长，他那在去年我都有陪他们亲自到这个店里面去跟他关心。然后亲自在那边用餐，
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示范，然后也带给更多的这个更生人，他们更有信心，没错，对不对？像那个我们杨妹妹的那个蛋卷，大家应该可以上网查一下，对，很有名，很有名。网络都很难订两三个月才订得到。对啊，最主要是他们在监狱里面培训出来，烘焙啊，整个这个在里面学哈，然后他们出来，他们会原汁原味，不会掺杂一些化学元素啊，或者是一些那个有任何添加那个其他的，都是天然的。对，他们在里面教的就是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这个真的有，我之前真的有上网去订过，很难订。所以为什么会这么难订？就口碑好，口碑对，真的口碑好，所以真的做出口碑了。所以就是说，你真的有心要悔改啊，真的是会给你这个机会，我相信大家是都可以接受的。对，像狮子会这个也是都是公益团体啊，就是对，都是公益团体。那每一年我担任的总监，他有5项的那个公益的活动，每一年的总监都会列5项的一些公益的活动要去做。像主任刚刚讲的净滩，还有那个捐血，这个也是都是必要的。还有那个就是说你担任一个狮子会的会员的会长，然后他希望再那个回馈他的乡里，有时候他是住在哪个里，他都整个里的那个1级、2级、3级的全部列出来，他会启动，就是送那个像冬天有时候多买了毛毯啊、米啊、柴米油盐那一些之类的东西，就是比较日常生活比较用得到的。对啊，最主要是那个心啊，然后这个公益团体就是说我也是希望说到时候这个整个都可以来结合，这样子。力量才大，然后才让那个要协助的那个市民才能够我们可以扩大来举办。真的，所以你这么多的这个团体哇，你带领之下一起结合这个公益力量，真的会不小非常的大，而且可以这个抛砖引玉啦，影响更多人。好，那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包括这个商业会啦，还有你就是未来队，然后更生保护会啊、巡守队啊，以及呢，就是说你在做公益这方面，未来你还有什么样的期许呢？在结论跟我们一起谈一下。没有，因为有时候这个东西就是说没办法去说，有那个制度化去做。有时候就是说，像这一次我们围观大楼那一次，对，我们的巡守队都马上启动，在那个周遭的外围的路口能够帮忙交通管制。这就很重要了。对，就是说那个不会说让那个周遭或者像那个发生那种问题，那有很多都来这边。那个我们不要说看戏啊，就是说来看，喜欢来现场看的，有时候就是说人家其实有很多人这样子抢救当中，就是怕说就会不相干的人等来这边那个干扰到那个抢救人员，所以他们就在外围维持这个车辆的一些协助。这个就是说我结合这些力量呢，但是我们要没有设定，就是说一定要做什么，只要哪里有需要我们帮忙的，我们就启动。像主任你现在讲，我又想到就是说，我们那个上个月2个礼拜前，我们台南市的那个刑警大队有一个鉴识人员警务员30几岁而已，他往生了，可能因病往生了。对。然后警察局长都启动这个警心行动，警心行动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台南市的警察或者是我们民力也好，我们有知道有这一个。他30几岁，一个孩子1岁多，两个年迈的那个爸爸妈妈，还有老婆也没有工作，对啊，所以一下子这样子，然后大家都不舍，那就警察局长就启动这个警心行动，这个是黄主任就是一直延续下来的这个警心行动。警心行动就是说，他们里面的一个警员讲，或者是什么家里有需要帮忙，他们就马上启动，就是大家捐个慰问金。或者一日薪资的那个捐赠，那我也有启动我们的巡守队、中队各中队那个也有启动这个捐款的这个事情。对，所以有时候就是说没有设定哪里需要帮助就往哪里去这样子。对，结合时事，哪里有需要，你们就会去做公益。哇，对，好，那在台南市商业会，你刚就任嘛，你未来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
没有，因为商业会虽然说理事长我在当，但是我也要在这边也要感谢我们这一届的理监事啦，因为大家都蛮有心的蛮有心的，因为都是各个工会的也是理事长那个选出来的那个商业会的理监事啊，所以大家也是在各个产业的触角都很深入，大家都很优秀，所以我那个当选之后，我就跟大家说，我们不是要名，也不是要利，对，所以我们真心要来为我们台南市民，为台南市的商业会，那个各工会来做服务，来协助他们有遇到困境任何的事情能够只要有跟我们商业会有关的，我们就可以来启动协助，对。哇，好，今天非常高兴呢，邀请到宋俊明理事长到节目当中。那相信呢，大家听到刚才他讲的，他真的是不会名不会利，真的是对公益就是冲第一啦。所以这样子的人呢，我相信在带动我们台南市商业会方面呢，不只可以振兴经济，而且对公益这一块可以协助更多的人。我们大家也非常感谢他，也非常的期许他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好，非常再一次感谢我们宋俊明理事长，谢谢，谢谢。好，那么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市民时下次播底加各几段了，咱再会。